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9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桃园新竹的大雨造成灾情，新竹的新丰24点钟内累积超过350毫米的雨量，气象局嘛表示，后面下晡会往南平线。早有2民众伫屏东小琉球畅水，说实中早起7点外找到人，2个人拢不幸过往。日本主办的 G7 功德峰会今仔开始，各国领导人嘛去和平纪念公园参观。美国白宫嘛强调，拜登袂为当年投原子弹的行为道歉。先开始来看，今仔透早气象局针对新竹苗栗发布大雷雨特报，新竹嘛传出讲有真侪所在拢淹水，一寡汽机车拢泡伫水内底。香山高中嘛宣布停课一天，新竹市长高虹安嘛去视察灾情。桃园早起又搁落雨，又搁单雷公，有1万外户停电哦。台电赶紧抢修，伫早起7点已经全部恢复供电。歪掉的吗？我现在才看到啊！雨势大甲雨铁门拢冲坏去，徛伫1楼为客厅一路淹到房间，床板家具拢浸伫水内。若大雨一定淹水，住伫新竹民众真无奈，烦恼下一波强降雨。一下就通通淹进来。大概多快的时间？很快耶，反正就是没有睡觉，就一直在清。对对对。民众趁雨势变较细，赶紧抢救浸水的机车。土水塞伫车厢内底，规台车匙垃圾夹夹。有住户厝内底家己准备抽水机，毋过水根本是抽袂煞。新竹19透早落大水后，气象局针对新竹苗栗发布大雷雨特报，雨势紧国急。超过新竹市排水系统的负担，致使真侪所在一直有灾情。香山高中宣布停课一天，也有真侪地下道淹水。爱抽水啊，叫迄大台车来抽啊。哦，囡来抽就对啦。叫来抽啊，讲来抽啊，无来抽嘛唔知。新竹市长高虹安透早到灾区巡视，已经下令封锁淹水的地下道，出动各式抽水设备进行排水。毋过传出原配架的地下道警示系统故障，早晚无放落来。有轿车直接开入去淹水的地下道，险险淹死。市府会调监视器调查清楚责任的归属。栅栏没有下来，我来的时候是栅栏是没有放下来。哦，就是它是打开的。对啊，只有这边有放下来。它这里都没有电灯，也看不到下面的状况。消防局在4点之后开始陆续接获辖内有多处的一个地下道，还有道路的一个积淹水。那我们这边也马上通知报告市长。桃园同款到大雷雨，透早开始有真侪所在雷击。地势中立、平镇、龙潭、杨梅这所在有一班0819户停电，台电紧急抢修。陆续在5点前复电了9741户，然后在7点31分全数复电。桃园市长张善政早起巡视水务局关心水情，表示继续监控水费已经关水门。另外，降雨也对石门水库水情有帮助，抽水量有达到33.5%。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新竹的大雨嘛造成灾情哦，新竹的新丰伫24点钟内就累积超过350毫米的雨量。气象局表示讲，这波方面下晡就往南平线，所以中南部地区就要注意部分所在会向下大雨。后礼拜一会阁有另外一波方面影响台湾。上一次是3年前。3年前。是这个月。为昨暝开始，台湾北部一阵大水雨，雨势落了真凶，也若雨水上高的新竹，有民众是规暝拢唔敢困。我无一直看到就袂干呢。因为惊民众甲车驶入去淹水的所在会掉车，真侪有积水的所在拢已经有封锁线。透过雨量观测站的资料嘛，发现讲，这波方面累积的雨量，上界这3名拢伫咧新竹县西方向。24点钟内累积的雨量超过350毫米。加在气象局讲，这波方面委员会开始就会慢慢减弱。
北部地区的降雨的话，有机会稍微趋缓一些，但是要留意在中南部，刚刚有提到西南风带来一些水汽的现象，所以在中午过后的话，可能在接近山区还是比较容易会出现短暂雷阵雨的情形。气象局表示，下会开始雨水会豆豆减少。不过真紧，后一波的方面，难免随到到位。下一波降雨高峰预计会发生在礼拜一的晚上到礼拜二的清晨这一段时间。第二道锋面逐渐的通过台湾上空，将会为台湾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气象局表示，为昨昏暗时到今仔日的日时，雨水主要是落在中部以北。虽然中南部嘛有局部的阵雨，不过雨水的量也是无够，对南部靠岸甲水库的水情帮助是无大。记者林朴凯台北采访报道。昨有2个民众去屏东小琉球畅水要去找古早的沉船，也毋过后来却失去联络。早暗海巡消防拢无找到人，早起是继续找，也毋过伫早起7点外，民间的搜救团就讲，因已经找到人咯。真不幸，2个人拢过往咯。一透早，海巡人员坐船出发，准备将失踪畅水客遗体接回来。屏东小琉球18暗时，2个自由潜水客伫三福渔港附近失踪。海巡消防暗时无找到人，原定隔天早时8点半搁一摆出动，但直到透早7点45分，较早出发的民间搜救团先传来危险的消息，发现2个潜水客的遗体。大部分会在那边浮球绑在那边，人失踪的话，应该也是在那边，因为水流不大。对，没有被水流带走。教练推测，可能是一个人有难了后，另外一个人想要去救，才会做伙罹难。遗体方发现伫畅水点三福破沉船附近，而且会使近距离看到沉伫大海沙地内底的船。今年真受自由畅水客的欢迎，虽然是相对安全的畅水点，嘛是有可能因为海况创到真侪危机。三福破沉船虽然是一个很安全的潜点，但是我们有时候海况还是会随时变化。10外人往前浮标，你通知你以前的前，以前那个背氧系统啦，还是那个空手下去啊，人家船力开过来，他看都无伊啊，航道啦。小琉球附近海域是真有名的畅水地点，但协会甲教练表示，当地有渔船仔的航道，加上部分水底暗流，就算有畅水的执照，若无熟海域，也是有可能发生危险。提醒畅水客一定要找当地教练陪同，确保安全。记者陈环宇、柯正准屏东报道。来看这个月初，代替自强号272车次驶经过苗栗竹南段，去弄到加速更悬，火车受到损害，嘛先停驶哦。铁路警察嘛已经抓到一个嫌犯。但是男主骑着脚踏车，后壁黑色塑胶袋内底疑似装着细支加速桶，还原了还佫到新竹一间娃娃机店变装，过程全部拢去监视器翕落来。这个月2号，代替自强号伫咧苗栗竹南到新竹香山之间，弄到细支加速桶，造成紧急停驶。铁路警察台中分局17号抓到疑似放加速桶的46岁单身犯嫌，而且查扣脚踏车、变装衫裤等证物。整个过程因为市政上相当的明确，我们实地的一个探访跟现场监视器调阅，应该是在铁路轨道旁边附近的民家或是公庙随手取得的。代替272次自强号当时弄到加速桶了后，车厢水管破去，影响到7个班次，840名旅客，加载无造成列车并车。警方调阅竹南新竹一带监视器，发现46岁单男涉嫌重大。经过了解，伊无固定住的所在，平常时是做线工卫生，最后是伫咧新竹市工地去予警方逮捕。苗栗地检署顺后以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罪有逃亡之余，而且所犯上轻本刑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之罪，向苗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裁定核准。承担涉犯刑法第183条第3项第1项，破坏现有人所在火车未遂罪嫌，有逃亡之余且所犯罪名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之罪，向台湾苗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检警表示，单男对案情的关键拢无交代，目前会赶紧来厘清犯案动机等细节，也呼吁有心人士千万唔通以身试法。记者台中苗栗报道。明年的总统大选应该会是三卡都。对国民党来讲，侯友宜要安怎来化解初选的争议，团结士气，外界拢会看。早起侯友宜是表示讲，又打电话予小田郭台铭的地方首长，望大家团结向前行。另外，台北市的政府市长黄珊珊嘛宣布要担任国民党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总干事。
副总统赖清德早起是甲经济部长王美花做伙去视察保利水库。竞选2024总统大会，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为修补党内初选的心结，传出侯友宜把敲电话予挺过派的县市首长，寻求党内团结拼选战。我们大家要一起团结，来守护中华民国，爱台湾这块土地，不要跟大家心连心，一起共同打拼。那一天晚上的致意，就是大家团结一致向前走的时刻。央视报评论定调侯友宜是国民党要行中路线，国家侯友宜两番议题亲像一张白纸。对这件代志，侯友宜回应守护中华民国，让台湾更较美好，努力和平永续。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舰队是渐渐形成。台北市前副市长黄珊珊18日面册宣布接郭文铁竞选总干事，讲郭文铁是政坛必要的存在。副总统赖清德再去由经济部长王美花陪伴视察保利水库。面对未来气候的变迁，中央政府一定竭尽所能的去开发水资源，然后去进行这个调度备援，还有这个各项的这种策略，来达到稳定供水这样的目标。毋但是在行程走访基层，赖清德嘛开始进攻空战，抢攻少年人的选票。毋但 YouTube 陆续有推出个人的影片，18暗时伫官方的 IG 庆贺突破10万的迷众追踪，特别家己翕影片，感谢迷众长期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内有人检举前立委郭正亮的言论损害党的名声，要求开除伊的党籍。也毋过，郭正亮今仔是先宣布讲，伊要退出民进党。伊表示讲，理念无共，毋免勉强，君子绝交嘛袂讲歹听话。也毋过，民进党是表示讲，郭正亮污蔑生话，伤害党。民进党已经依照党内评议的听书来进行处理了。定定伫节目评论，民进党的前立委郭正亮进前互人检举损害民进党的名声，要求开除伊的党籍。郭正亮19嘛无意见，透过媒体人黄伟汉等人转达退党声明，内容表示志向无共，无法度做阵，即马开始家己退出民进党，佮讲毋免加讲，君子绝交，不出恶言。郭正亮他过去相关的发言，也明显涉及到这个扭曲造谣的言论，那么也一再诋毁本党跟抹黑相关的同事，涉及严重破坏党誉。本党现正依照党内评议程序来处理当中。这个长期有在媒体上面跟在政坛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一点我们都尊重他，他自己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政党的认同，这一点我们都尊重，那也必须要尊重党部的程序。其实郭正亮进前捌批评政府坚持想要用独立台湾政府这个名义购买疫苗，这纯办是要制造障碍，无顾人民的性命。佮讲会甲民进党愈行愈远 ，BNT 都是主要原因。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强调，准讲郭正亮宣布退党，受到检举了后，相关的评议听书也是会照行。他现在自己宣布退党，还是要以党部开除党籍的方式来处理的。被开除的党员，如果要再回复到党部的这个党员的资格，还要经过一个程序，起码要5年以上。郭正亮退党有部分蓝营人士送温暖，除了斗三共转达声明，佮替郭正亮加油鼓励。对于党中央提起到拍歹党的名声这件代志，郭正亮伫1个前无进一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陈敖票红白讲 ，IN.B 诈骗集团的办公室就登记伫陈敖票的办公室哦。陈敖票走行庭的尼摩车嘛登记伫 IN.B 的这间公司哦。有人就呼吁讲，陈敖票应该退出立委选举，嘛要求民进党应该爱重新提名。这不是诈骗，伊这代志无法遐的事，这个人就无人敢甲伊计较。这摆代志逼啊，你还佫温理啊？指控立委陈敖票代志逼出来啊，也无任何的动作。民进党创党的党员吴正元第一人面前发公开批，针对陈敖票加入去 INB 诈骗集团的风波，希望陈敖票会当退选，给少年人机会。民进党应该重新提名。民进党籍前桃园县议员王浩宇嘛公开呼吁陈敖票来退选。我刚下飞机，今天还是研讨会。立法院长游锡堃今日早起去宜兰参加活动，针对民进党蒋国辉爱将陈敖票加入去诈骗案，敢若讲对这件代志也无了解。陈敖票叫前立委吴国昌第一人面册指控讲，网络借大门合并台 INB 伫全台湾诈骗，
南澳票服务处却是 IMB 的大本营，因造型停用的车嘛登记伫 IMB 的下底。这个风波即嘛是愈搞愈大。如果我有参与诈骗集团的挂钩，或参与诈骗的行为，我退选没有问题，但是不要以含沙射影的方式来抹杀我个人的人格。党部非常的重视，那也给予尊重并且会将我们党员所陈述的这种想法跟意见上呈给中央党部。如果有涉及违法事宜，党会依照法律跟党内规定处理。南澳票最近得到党中央的提名，参选后一届宜兰县这个立委，针对冲动党员要求南澳票都要退出立委的选举。民进党宜兰县党部讲，这个声音县党部拢真重视嘛尊重，会将相关的意见交予中央党部。加做这个案件的了解甲调查的依据，民进党中央党部讲，南澳票若是有涉及违法，会照法律甲党内规定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有进度咯。双方伫台北时间今仔透早公布第一阶段，差不多有81条的协议内容，上紧后个月就当签约。这嘛是台美断交了后，双方头一份正式协定，未来对货运出口业者拢有帮助。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有新的突破，双方伫今仔透早同步公布，头一杯协定拢总81条条文，协定结构相当的完整。代表我们跟美国的经贸的交流呢，更进一步的深化。那这个也确实会让中小企业在台美之间的合作呢，会进一步的加强。那我们非常高兴台美之间可以这么快速的就完成前5个议题的这个谈判。根据了解，这个签署的议题包含贸易、卡利边、良好的法制作业、中小企业反贪腐也甲服务业的国内规章。这是台美为1979年以来签署结构上界完整的贸易协定，代表台湾的经济制度符合着国际原标准的重要里程。同时，佫利用曼哈顿关的方式完成台美的 FTA。台美倡议得到好处的对象，亲像货运、快递、出口加中小企业，拢有真大的帮助。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也透过声明表示，协议强化台美关系，证明双方会当为人民推动贸易优先事项，期待继续来谈判，确定一项强、佮有力而且原标准的贸易协定。美国正在推动的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台湾还没有被正式的列入在里面。那如果说台美先签了这个贸易倡议协定的话，基本上可以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代替了那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对于台湾跟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些国家去建立一些正式的一些经贸关系这个都有这个间接促进的效果。通关的便捷可以避免特别是那种有保存期限比较短的这些产品那不要在港口呢因为这种这个通关的旷日费时而造成这种它的这种保存期限过期的这种情况。对于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的内容，总统蔡英文表示，对于深化台美经贸关系表达肯定加期待，也希望透过后续的谈判，为台湾经济加产业会当争取更加侪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接见前英国首相特拉斯，望讲会当继续强化甲英国的关系。特拉斯嘛表达支持台海和平，提倡经济北约的概念，做回来对抗中国威胁。另外，5日控是总统就任7周年，在野党嘛进行施政总体检。前英国首相特拉斯访问台湾，遭到总统蔡英文接见。特拉斯话到台湾是世界经济引擎，台湾面临中国威胁，英国非常清楚爱维持台海和平，民主世界也爱支持台湾，也提出经济北约的概念来对抗威权。I want to see the development of an economic NATO, where countries that are like-minded and support freedom and democracy work together economically to challenge coercion by authoritarian regimes. 对英国让台海议题从区域
提升为全球议题，我要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蔡英文也希望中华甲英国经贸关系进一步签署经济协定。蔡总统要变外交，520就要就任满7年。在野党开记者会，施政总体检。林焕仪民众党认为，蔡政府7年设30外个国家队，组织是伤过济，成效无好，拢是口号治国，应该回归专业。不断的成立国家队，叠床架屋，这个就是现在目前蔡政府失灵的一个问题。这仿佛都是说的问题，都是人民的问题，都是青年朋友的问题，政府没有责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荒谬。国民党基金会民调是显示，蔡政府伫解决贫富差距甲居住正义表现满意度较低，经济问题严重。不过，民进党是表示，根据民调，满意度超过50%。蔡政府继续展现对进步价值的坚持。记者综合报道。前英国首相特拉斯来台湾访问5日，早嘛去西亚市食蚵仔煎、米糕，还有豆花。伊嘛讹了讲，这个点心哦是真好食。英国首相漂亮不漂亮？漂亮！我是 He's the Prime Minister beauty. 听到头家俄罗和前英国首相特拉斯闹出歹势笑容，特拉斯来台访问，强调爱一个甲台湾接触，行程当然爱体验台湾的夜市文化。18暗时由护航人员陪伴，西台北市宁夏夜市。Okay.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Very nice. 伫镜头前食台湾点心，第一摆来台湾就真流量用滴，一喙刷一喙，干来第一间店。特拉斯就食卡麻汤、排骨酥汤，还有蚵仔煎甲米糕。In Britain, they say politicians should never appear eating on camera, so this is taboo. 特拉斯也表示，要留一寡位好了后行程，所以每一项拢无食伤济，不过也是学到台湾美食。This is very good. 暗顿食了，当然爱去食点心。所以去到豆花店听店员解释，有10多种配料应加。伊无选台湾有名珍珠，或者是黄鱼，是往来加白木耳。我故意点的跟他一样的嘛，然后试试看，然后真的是不应该叫吃凤梨，应该叫吃串冰的。虽然较无台湾人口味，不过看到特拉斯食甲甜甜有味，台湾有名美食，明显成功掠到前首相的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主办的 G7 广岛峰会，今仔开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马上邀请各国领导人去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参观哦。美国白宫嘛强调讲，拜登未为当年到原子弹的行为道歉。今仔早起，包括欧美领袖冯德莱恩、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苏纳克、法国总统马克宏、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等人。G7 的领袖参观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嘛献花甲种树啊。美国白宫之前有声明强调讲，拜登尊重历史，嘛尊重广岛出生的岸田首相，也毋过是未针对当年美军的行为道歉哦。广岛峰会举行3天，会到21，针对乌克兰战争、中国影响力甲台海局势等议题，会做伙做讨论。再来看全球暖化现象是愈来愈热烈，国际权威的科学期刊上新的研究指出，全球一半以上的湖甲水库水量拢明显减少，已经影响到民生、农业甲发展。科学家警告讲，除非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家搁正心水哦，无未来可能就无清气的水通啉咯。为空中秀法国旅游胜地蒙贝勒湖，因看到下海盐泉拢流出来，船只停靠所在已经达到无看到一滴水。受气候变迁甲生态现象的影响，欧洲有500年来上严重旱灾，农业是上受影响，无水源灌溉，西班牙农民只好互规片的草唔打气。国较还是科学期刊一项新的研究追踪过去18年，全球将近2000个湖甲水库的水量变化，在气候无形之下分析超过25万张卫星图片，发现全球53%的大型的湖甲水库的水量明显减少，平均一年减少水量差不多是220亿吨。About 25%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s in a lake watershed that is exhibiting drying. The factors driving the trends are human consumption and temperature. And the rest is with precipitation and runoff.
参加研究的学者指出，这发现互人真烦恼，也显示各国拢无重视淡水环境的维护，和只占3%的地表面积，所向河川游认为将近9成用水，对酒量减少会严重冲击啉的水、农业灌溉甲发电，同时也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There is a very clear link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crease of currents of drought and heat across the region. Our climate models, computer simulations are predicting that for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less rain falling in this already drought-stressed area. 气象专家警告，减少温室气体是补救的第一步。另外，河的环境管理也要纳入河川整治，才能保住啉的水源。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表示讲，因的目标是要把领土收回来，也要解放克里米亚半岛。罗西亚总伫联合国安理会指控西方国家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造成冲突欠管。乌克兰国土防卫队士兵伫扎波罗热地区的南部前线接受突击训练，为着要反攻做准备。因为俄国反攻，若进入乌军占领区，一定要突破加强防卫防线甲战壕，甚至进入乌军布设的地雷区。乌军只能伫压缩时间内完成训练。The entry into the trench was great, and most importantly, you remembered to warn about shrapnel. We're trying to squeeze a 2-month training program into 2 weeks, so we have many groups of men rotating through. We know that they've heavily mined their defensive lines and that they're waiting for our counter-offensive. This is what we're most afraid of, because mines cause 90% of deaths in reconnaissance units like ours. 为迎接大规模的反攻，乌军最近这几个月招募4万名新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8日表示，除了打败俄罗斯收复失土，还个解放2014年就对俄国吞掉的克里米亚半岛。Готуємось до реінтеграції Криму. 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Зокрема, я підписав сьогодні указ щодо 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ої ради з питань деокупації і реінтеграції нашого Криму та міста Севастополь. 联合国安理会18日开会，讨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议题。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指控西方军援乌克兰地处冲突升级。Западные страны упорно твердят, что не являются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конфликта, а лишь помогают Украине защитить себя. Однако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все это ровно наоборот. Запад ведет с Россией прокси-войну на Украине. 老班基也个批评北约国家决心升级冲突，显示对和平解决无兴趣。另外，俄国总统普廷上见识的盟友，被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8日个表示，有关乌克兰准备大反攻的报道拢是假。卢卡申科同时呼吁乌克兰在无限制好条件情形之下，恢复甲俄罗斯的对话。公视新闻陈慧琴报道。去年7月，南投的草屯一间生技公司发生枪杀案，李济员港澳冲入去公司开枪，造成4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南投地方法院昨1审宣判凶手3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报仇！你要报什么仇？深仇大恨！南投草屯生技公司枪杀案的凶手李宏坚，红抓到的是化工杀人的动机是要报仇。这件造成4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的重大枪案，经过10个月，18日1审的判决出来，南投地方法院判伊3个死刑。不过李宏坚本人无到现场。被告他已经射杀了刚刚我所讲的第一位被害人，陆陆续续枪杀了3个人，而且都是针对头部。那只要针对头部的部分呢，其实都很难幸免于难。那合议庭认为说，这个部分呢，确实是属于2公约里面情节最重大之罪。去年7月14日，南投草屯这间生技公司的前员工李宏坚，他陪阿嬷下班的时间，也请大师细楼的科长、县长的主任，还有细偌负责人的小弟甲查某囝。那细偌负责人是头壳重伤。李宏坚假当工伫台中被抓到，不过逃亡的时阵超工闪对早，害警察歹办案。法院审理了后，判伊3个死刑，还有褫夺公权终身。那开枪甲细偌负责人大着伤是杀人未遂，判伊13年有期徒刑。我们怕被到底是怎么样？他也怕被再度杀害。我家已经没有人了，我已经剩我了，全部都死光光了。你不执行，那以后还会继续有他，就像这样的人继续在鼓励人家杀人。细偌负责人的家属表示，虽然伊逃过死劫，不过目前搁咧恢复当中，脑部嘛损伤甲真严重。那法院针对李宏坚另外2件非法押枪的部分，是并科罚金35万，专案还阁会当上诉。
记者林建生、王良涛台中南投报道。中油高雄林园厂防检机讲有5000吨的化合物质外泄，市政府派人去勘查，初步怀疑讲有可能是设备破气造成外漏，也毋过数量敢有5000吨遮尔济，爱搁确定。环保局嘛，成立照控无法处罚，限期改善。勘查人员来到中油林园厂清查了后，确认丙烯漏泄。研判是丙烯制造的设备破损，导致丙烯进入换热冷却水，将以空气污染防治法处罚上悬2000万，而且限期改善。确实有泄漏的情形，本局将依空污法处分10万至2000万元，并令其5月底以前完成改善。市府比对这个厂房的原料甲产品的流量有5463吨的落差，不过原料经过着定时产出的乙烯、丙烯，还佫有其他的石油化合物。因为产出物毋领丙烯，漏泄的数量偌济，佫爱统计。中油嘛回应，这漏泄的数量无济，对着环境还佫有空气的污染，是比国家的标准一个较低。散热器可能有稍微轻微的管束有破漏那就导致整个丙烯呢就掺到整个冷却水里面了。新三星工厂相对是新的石化厂，而且它环评通过后，环保署是一直有在定期做环境督查监督，居然还是出这么大的包我觉得中油实在是太离谱，太令人失望虽然环保局是声称这个监测周界的浓度都是符合所有的法规的规范，但是事实上所有的监测值我们其实是没有看到中油证实2月就有发现，因为甲中下游厂商供应链的关系，才会排定5月下旬要停炉。不过地球公民基金会表示，经济部为去年开始就要进行林园工业区3年总体检的计划，欢迎真侪届拢无互民间团体来参与，呼吁政府应该把检测也是体检的资料公开，互民众安心。记者王刘铁丹、hen坤cường报道。最近肠仔病毒的疫情的炭烧，专家是表示讲，若为着肠仔病毒70以上，重症甲死亡的风险是较悬。专家嘛建议讲，着爱食洗手，2个月以上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去注肠仔病毒的疫苗。家长上惊的肠仔病毒最近的炭烧，台中就有10个幼儿园10岁班停课。也若家长上惊，为着镜头上严重的肠仔病毒70以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今年到达肠仔病毒70以上轻症的病例累积已经有10例。专家就表示，真侪家长会误会肠仔病毒就是胃肠炎，毋过肠仔病毒伫还未有症状的时，就已经有传染力。在那个婴幼儿婴幼儿的话，他可能症状50%是不典型的他可能就是喝奶喝不下然后这个有点黄疸然后嗜睡然后这个发烧抽筋这些不典型的症状。有啥物款方式会使预防肠仔病毒？除了接洗手以外，台湾已经研发出肠仔病毒的疫苗，上近7月份就会使自费注射。专家嘛建议注疫苗的保护力会较好。咱即马就有疫苗会当用所以今年开始，咱台湾就有疫苗，所以咱鼓励父母拢你的囡仔是2个月甲5岁这个期间的小孩子，拢会当去注射。因为进前新冠疫情，大家防疫拢做甲真好，即马解封，真侪病毒拢出来乱踅，尤其5岁以下是肠仔病毒的高风险群。医师甲专家拢提醒讲，厝内有幼儿的家庭，就要做好防护措施。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桃园伫15、16这2天停水，桃园市政府派消防车甲消防人员去帮民众送水。消防员工作团结促进协会今仔是指控讲，市政府滥用救灾资源，这应该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哪会叫消防队来做咧？也毋过桃园市消防局是表示讲，有真侪县市的消防队拢会斗3工。因为要停水，所以他就来这个帮忙水塔这个灌水。演出行动局消防员工作团结促进协会19到桃园市政府头前开记者会，批评市府将消防车当作送水车，滥用救灾资源，无顾市民公共安全，强烈要求停水期间送水的勤务应该回归自来水公司。如果这个勤务行政协助会严重影响我们本身自身勤务的执行的话，我们也认为应该消防局要勇敢出来拒绝这些勤务。
消防员工作团结促进协会表示，消防法三大任务包含预防火灾、抢救灾害甲紧急救护，送水勤务并无包含在内底。也强调消防员长期进入报告，每个月工时高达300点钟，还要处理真侪非本业勤务。根据行政定司法规定，机关有权利拒绝。消防局回应，已经尽可能考虑降低动用救灾能量，包括车辆的部分是用第二备用的这个水车哦，那人力的部分也是以在勤的动员1个人，那另外搭配一个义消协勤。消防局表示，为民服务送水不是消防的三大任务，不过考虑予市民生活品质有保障，各县市拢有咧执行，建议中央进行整体检讨。另外，针对15、16大停水起火，要求自来水公司自主调派供水车提供市民基本民生用水，跨出第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安平运河整治水质已经30档了，也毋过热人哦，日头晒久嘛是会臭。明年台南400周年会有真侪大型的活动，台湾灯会嘛办伫台南。水利局是表示讲，已经向营建署争取经费，会继续来改善水质。行伫台南运河河岸的步道顶面，其实是真水，更是台南市民散步的好所在。不过台南污水已经整理30档，运河周边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嘛有7成，但是运河有一寡地点小有臭味。对，改善很多，现在都有人在坐船，我有时候走过去那边哦，它水比较不好，比较有有那个有一点水的臭味。前几天那个下雨的时候，还是有就是有闻到一些味道这样。民众是认为已经是改善袂少，但是明年有台南建成400年，以及台湾灯会伫台南的庆典，有民代是认为相关单位就应该赶紧提出有效的水质改善方案。对此，台南市水利局是表示，安平运河集水区用户接管率已经达到7成，加上运河周边5处的截流站，以及34处雨水的伤痕，以及撤销截流的设施，南街民生污水到安平水资源回收中心来处理，每工是节水7.8万吨。已经是杜绝9成的污染来源。那后续的部分还有经评估，大概还有26处，大概还有每天5000 CMD 的这些污水，尚待在后续处理。这部分我们已经跟中央去协调，那也获得经费的允诺。那我们后续会将这些污水的还没有截流部分给截流掉，这相关的污水没有流到这个运河里面，相信对水质改善会更有帮助。而运河烟花还未处理水质较歹，并且水量大的民生废水排入运河，已经是争取营建署的经费，将要对26处的排水口配合污水下水道工程办理截流、监督污染，提升运河的水质。记者郑云台南报道。位伫花莲的国立东华大学校园内底有真侪粉鸟仔，已经影响到环境哦。各粉鸟仔伫饮水机的出水口作秀生卵，卫生问题是真伤脑筋。学校是表示讲，因会加做一寡设施，防止这粉鸟仔飞入去校园。花莲国立东华大学理工学院4楼饮水机最近，互学生发现有一只粉鸟伫出水口生卵，佮加真侪草仔来开始孵卵。同学拢表示真关系，因为校园粉鸟数量伤过多。鸽子就是到处乱飞，连教室都会去，然后我觉得饮水机前可能也不太意外啊。那会担心这饮水卫生问题啊？就不要在这边装水就好了。不过，粉鸟排泄无强调细菌，学校赶紧将鸟兽杀走，也在国学院饮水机出水口设栅栏，防止粉鸟个进入。我们一直在防治它，所以他也去找了一个，也不得已找了这种像饮水机这种栖息的地方。它如果可以在栖息在冷气上面、屋檐下面了，它也不会跑到饮水机。饮水机人太多了。学校强调，因为校园生态好，若到春天鸟类生卵时阵都真头疼。每一摆清除鸟兽拢是着规太卵。这5年为防治已经开6000班做相关走动设施，才袂传染疾病。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检验都没有出现说有禽流感的情况，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健康问题。第二点上就是生活上的困扰。第三类就是有的人看鸽子在天上成群这样飞，觉得不好，可是有些人会觉得 OK。养鸟协会是表示，这粉鸟其实拢是人饲的品种，后来伫野外互人饲惯时，专门找有食有大所在做收，莫去家饲，数量才有可能减少。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水南的社区3档前开始有老人供餐，也毋过最近因为供餐的地点、场地和水电的费用，大家无共识，所以15开始就暂停供餐咯，嘛影响到60个老大人哦。社会处是表示讲，因会赶紧来协调。
摕着抗议的布条，顶面写着要留人正常用餐。云林水南乡苏勤社区为3年前开办长青食堂，借用丰德宫的场地，提供60多名长者用餐。但近期因为庙方改组，其使用者付费要向工厂业者来收部分的水电费，未达成共识。这个月15号开始暂停供餐。方便就好，阮拢是安啦。啊，无啥咧甲建议讲，你就煮好阮食啦。你讲若要贴目标的，贴一2000、3000，迄拢无要紧。但是重点是你使用者付费嘛。你袂当讲来咱遮咧使用3档外咯，电钱、水钱拢毋捌交纳。会议记录互咱看因的条件安怎，阮到我都落继续落服务，但是即摆是暂停的。对此，管府社会处表示。管府补助长青食堂每名长者每顿30块，含主办设备、除工等费用。但庙方新的做法，管府尊重。不过工厂协会嘛是服务性质，会阁和双方来做沟通协调。咱希望讲双方各提一步啦为着咱的这个长辈的这个权益来着想。县府跟那个厂商是没有合约的，所以对于厂商没有约制力，所以我们未来希望说，长青食堂的计划的执行的单位应该要跟县府订定合约。有民代表示，工厂业者和管府闹相下月，这等表面长青食堂讲停就停，造成长辈用餐的问题。对此，社会处表示，协会停止供餐前，有向管府来报备，会赶紧来协调，希望有共识恢复供餐。但若爱依地办理，管府嘛来协助。记者为您报道。有同志团体今仔发表同婚合法4周年的民调支持同婚的比例将近60%，是4党内上悬。有超过70%支持同志会当领养囡仔，也毋过这社会对同志的友善都有支持度有淡薄减少。同性婚姻合法化伫要满4年，同志团体彩虹平权大平台今仔日举行同婚4周年民调发布记者会。唯一正成中的下国同婚支持的比例有到要60%，是4年来上悬的。不过家长敢会当接受家己的囡仔是同志，也是一个难题。有调查发现讲，最近3年的接受度拢伫5%至6%之间，今年比去年较少。反对性别教育的人嘛有增加。自己的小孩是同志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但相较于其他身边的人像是老师啊、上司啊、同事、同学，友善度维持在6成到7成这几年间都是有稳定的成长。社会的进展其实并不是一直线的，一直往前进的事实上，它也需要不断的去推动跟去倡议，那才有可能去让我们继续往前迈进。另外，今年整体友善甲支持度有小可降低。不过无表态的人减少，加上反对甲无支持的比率也悬，整体结果变甲较无友善。这可能会让同志公开家己的性倾向甲性别认同的意愿降低。在性平教育的教育现场是观察到说，整体来说，现在的学生对于同志的了解程度有比较提高一点点，然后比较觉得这没有什么，然后同志学生也比较敢在班上出轨。对性别议题的歧视，它背后要做价值的翻转，可能就不是只是单纯的传授讲授课程的形式有办法达到价值翻转的可能，它很需要带动学生有更多的自我觉察跟省思。为了让大众更加明白性别平等甲同婚的议题，彩虹平权大平台会伫明仔载20举行座谈会，希望透过人权工作者、社工甲老师等人的分享，嘛且关心这个议题的民众会当去现场做伙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开始45条台湾可行的路线，只要使用电子票还是行动支付，就半价优待。观光局表示讲，说来会阁增加车帮，阁有风景区的路线，方便民众过来旅游。为吸引国际旅客来台湾，佮鼓励民众加坐公共运输出佚佗。那到宜兰总会一月潭、阿里山、垦丁这观光景点的台湾好行观光转接公车，为5月20开始到114年8月底，民众若使用电子票证或者是行动支付坐45条路线，因部分平常时假日拢有半价优惠。我觉得蛮方便的，对，因为其实自己开车的话，就是会塞车，还要找停车位。有一个接驳的话，会比较方便游客一点，但是可能就是要在旅客中心里面要告诉旅客多一些这方面的资讯比较好一点。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到今年之月，台湾好行全路线总载客人数是70万3422人次，每个月平均载客35万人次。除了景点转接服务以外，民众应直接利用超值套票，特色路线省去规划行程的麻烦，就能轻松耍台湾。我们就包含导览、解说，还有这个手作体验，还有一些餐食的部分，我们就用邮轮式的方式，让游客一站式的上车，一路从头玩到尾。对国际旅客，因为我们语言的部分，第二外语也增加了。过去好像这个一个纵贯线不管是台铁或是高铁下来以后，都是横向左右的鱼骨头啊。现在把鱼骨头跟鱼骨头这些鱼刺把它连接起来，变成网子了。观光局表示，台湾好行已经进行上悬，每年差不多479万人次来坐。票价优惠只是第一步，赛期会继续针对全台原来好行路线，鼓励客运业者增开班次，佮增加新的景点串联旅游路线，佮提悬单车环境，希望这服务的提悬，和坐车人次慢慢恢复到疫情进前的水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会董事长施林向阳受到邀请，伫瑞典的蔡司楚马图书馆念一写的台语诗，受到当地民众真大的热闹哦。向阳讲，虽然瑞典的民众无一定了解台语文，也毋过透过台语的声调，伊嘛当感受到台湾话的水。掀开阿爹的面包，无判了3条菜脯，含2000餐饭。台湾作家向阳伫咧瑞典川式楚马图书馆念伊的诗《阿爹的饭包》。向阳受到已经过身的诺贝尔奖评审马华莲牵手陈文芬的邀请，伫瑞典时间16暗时6点举办诗歌朗读会。台湾人，文学家也好，诗人也好，这几年来用讲较少过来。瑞典人，因咧头前念因毋捌听过台湾话，会写出来诗。这也是一款真特殊的经验。那他说他想来，那我想他既然来了，就不要只是拜会上坟这一类。我觉得他应该来读诗，因为他很会读。阿姐倒转来，大烟枪水果，大真侪好耍的物件。阮上介意的是这副爱人的一身布地喜洋其他的诗伫现场拢有翻译做英文甲瑞典文，就这首搬布袋戏的这副无安排翻译，向阳哥特别以搬布袋戏口碑的腔调来念，结果是现场侪民众反应上热情的一首诗。语言虽然讲无法度完全理解但是因透过我的朗读用感觉到台湾话的气口甲台湾话水。除了阿爹的饭包甲搬布袋戏的这副，向阳也有朗读世界点睛落来的诗，甲四季系列书。向阳讲，伊即摆来瑞典除了读诗，也安排拜访瑞典学院，阁有到大学演讲，参世界小解台湾的现代诗。记者讲到随台北报道。再来看有22栋历史的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2档前开始整修，今仔重新开幕。文化部长苏德表示讲，翻新了后的史博馆已经变甲真无相像，会当甲世界相接。嘛望讲未来伫国际上会当甲故宫同款出名。夏威夷碧夏博物馆文化顾问用传统音唱报喜讯来宣告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重新开幕。原住民音乐家吴德夫嘛演唱太平洋的风，迎接新的史前馆，甲世界南岛民族文化有更较深的合作。照到即天，开馆已经22年的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经过2年多重新改造，展示更较侪南岛民族的文物。台湾史前文化国宝人寿型玉甲鱼膏嘛重新提出来展示，互台湾甲世界南岛民族的关系更较搭密。文化部长苏德主持开幕时阵讲，新的史前馆象征台湾的文化，应该甲世界文化来接接。史前馆的重要性应该甲故宫同款。恐怕不能永远面对的黑水沟，我们其实是应该去面对太平洋的风。史前馆表示，史前博物馆经过重新翻过了后，展示2000多件国内外珍贵的文物，而且改造空间，以友善、亲民、甲流动的感觉为主要设计。也有更较侪友善弱势人士的导览措施，为长青国人们所准备的
口述影像导览、触摸型辅具。我们的希望说，博物馆可以变得更亲民，然后更自在，然后更生活感，然后更重视的不同的体验跟教育。文化部长苏德强调讲，新的书展馆嘛会甲县府合作，加做台东在地旅游的路线，推动民众至少14人爱来书展馆参观一届，互民众用360度的角度看到台湾甲世界的过去甲现在。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春地哦，伫要上市咯，早起嘛伫立法院宣传，农民是表示讲可花对伊来讲影响真大哦，因拢了袂少钱，嘛怨叹讲越南、中国进口的地叶，加做是台湾地叶问题嘛真严重。农委会嘛强调讲，目前是已经有真成熟的产地鉴别技术，准确率是有9%。严重欠水就像南投袂少地树打死，农民就算有更较好的栽培技术嘛，面对着了大钱。而德山种地的新农种特主罗正斌表示，虽然本来有备用的水源，但这个欠水严重到连溪仔内底拢无水，所以过海拔800公尺以上的地园，地树受损害2-3成，加海拔更较惨，全部死去，损失超过150万。在这一次的时间点，刚好是我们低海拔在收成，所以在它生长过程里面没有水哈，然后没有水到什么阶段，到连溪里面都没有水，想要抽水都没有了。就我自己而言，就有3甲地都没有收成。罗正斌指出，因应极端气候，原本就有欠水、治管的设备，但4年拄着2届，情形愈来愈严峻。第二当拍拼个真正治管的技术，除了天气歹暗算，袂少介绍嘅越南或者是中国地进口南杂里介绍较悬的本土地内底，嘛造成地农损失。为此，农委会地叶改良场研发出产地鉴别技术。它借由土壤吸收的微量元素，还有水质里面的微量元素，到它茶叶上面的成分主态就会不一样。我们常常讲水土不服啦。地改场指出，中国或者是越南地叶真侪是使用台湾品种，栽培做地技术甲台湾一模一样，无都用传统 DNA 鉴定方式来分别。这个技术目前对乌龙地球形的地米鉴别正确率达到98%。目前鉴定文山包种地技术是要送予为福部来审核。后一个项目就是介绍相关的东方美人地。记者林文丹从为台北报道。台湾的游水选手王冠宏海底游已经达到巴黎奥运参赛的下标。今仔早起哦，伫台师大水上运动会，王冠宏是表示讲，伊望讲伫杭州亚运会当为男子游水摕到25当来的头一面奖牌。放松经路7英水运，王冠宏甲王美倩头一届来参加母校台湾师范大学的水上运动会，因为停办3年，今年才开放。王冠宏嘛是一口气来报名100公尺蝶式、100公尺自由式、男女混合带队接力真侪项目。其实我的教练的100字记录还在这里，然后好像摆了20几年还30几年，对，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蛮想去突破教练的。上是要拍破伊的老师黄志勇伫咧1998年伫咧100公尺自由式53秒46的全校纪录。王冠宏讲，今年9月杭州亚运更加想要带着黄志勇的脚步摕奖牌。那时候没有太大的目标，然后这次其实目标就比较明确，就是希望可以拿牌。因为上一次拿牌好像也是黄教练的铜牌嘛，然后我也是希望也可以达到教练的他的一个里程碑吧。2018亚运200公尺蝶式，王冠宏以1分58秒63摕第7。伊讲即马进步要4秒，希望结束25年亚运男子选手无奖牌的状况。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来看日本的国内哦，无少数民族的文化豆豆啊消失的危机。这几冬哦，有学者甲少年辈，伊是真拍拼，要甲一寡传统文化找回来，望讲会当帮助这少数民族的后代来建立因的文化自信。这个20几岁的少年学生穿着爱诺族的服装，伫咧学爱诺族的歌舞。因若坐伫咧研讨室内面的因，看起来就甲一般的日本少年人同款。穿外裤、T 恤、外套，因是一个叫做爱诺族文化专栏的社团的成员。发动这个专栏的札幌大学教授本田优子，伊家己也有1/5的爱诺族血统，希望会当带动更加侪少年人，不管是毋是出身爱诺族，拢会当学习爱诺族在地的原住民文化。
不过推動無啥順利。そのウレシパプロジェクトを立ち上げるという時はもう学内でものすごいバッシングがありました。もう本当にひどかったですよ。私はすごくいいともちろん確信を持っていて立ち上げようと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当時はまだアイヌの問題はタブー視されていて、で近寄るんじゃないっていう空気がすごくあったんですよ。これは社会全体そうですけれども。北海道是明治维新初期的1869年，和日本中央政府来正式的版图，当时正经强迫性的同化政策，叫爱农族也家己认为是代表民族的日本人。100多年了的之嘛，就算是社会慢慢开放，要和爱农族在日本社会内面甲代表民族有平权，大家拢会闪过，较无要讲。アイヌがその先導に立って日本ではそういうデモって言ったらあれ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なんか、風を巻き起こすっていうか、そういう活動ができれ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ます。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华东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